从香洲港乘坐快轮，单程船票100元，航行50分钟就到了碧海蓝天的东澳岛。东澳岛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的东南部海上，在万山群岛中部，距香洲30公里，面积4.62平方公里。东澳岛非常完整地保留着原始自然的生态环境，洁白的沙滩、湛蓝的海水、明媚的阳光与岛上浓绿的森林，构造成了东澳岛几近完美的生态旅游环境。来到珠海，就应当去看海。看海最理想的地方，莫过于到岛上去。今天我来到东澳岛，这里天蓝蓝，水蓝蓝，风景很好，很好。